的圣殿当中，今仔日气象局讲天气非常的冷，了早暗嘛是安尼冷死死。了兄弟姊妹来的时阵，就讲牧师你敢知影我这手安尼冻甲用要结冰去安尼，了真正有看到天气实在是真冷，总是呢感谢上帝的慈爱甲疼痛。咱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，感谢上帝，互你有火热的心，来讲。感谢上帝，互咱有火热的心。咱这款火热的心，会当赢过所有一切寒冷。实在是真大的恩典。那么感谢主了，我当初对楼顶的时阵行落来，然后来到门口的时阵，兄弟姊妹就讲：牧师。有出日来呢，感谢主有出日来出日来的时阵天气就加真烧热，所以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有恩典甲疼痛。咱嘛爱感谢上帝，因为伫咱的生活内底确实是安尼，全世界真侪所在是有冬天，有季节性的冬天，但是无冷冷的天气。所以咱感谢主，互咱有冷冷的天气，也阁有冬天。日本甲韩国咧落大雪。咱山区有落雪，平地无落雪。虽然气温有较冷，总是咱感谢主的疼痛，因为伊一路保守看顾咱。所以咱伫真侪艰苦困难病痛，经过风风雨雨的2022年，进入到2023年，咱相信上帝要继续引带咱，互咱会当更较侪经历伊的信息，伊的同在。人生会有困难。但是会记，上帝过去怎样引带咱行过所有的艰难，未来的日子，上帝犹原要引带咱行过所有一切的艰难。圣经应允，咱将要经历的恩典，会比早前所有的困难还阁较大，还阁较大。所以，咱三甲做伙伫主的面前，同心来感谢上帝所有一切美好的看顾，来献上咱的感谢的祭，俄乐的祭。用咱的嘴唇，用咱的心灵来尊敬咱的主，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荣耀主，阮的上帝，阮大大开喙，你应允，你就要大大来充满阮。主啊，互阮定定少年你的疼痛，你的怜悯，你的引带。主，阮今仔日就会当安尼伫你的听内底，继续向前行。全能阿爸天父，你是主，你是看顾世间人的上帝，你疼世间人，你欢喜意爱。将着你家己丰盛的恩典，丰丰富富赏赐予阮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赏赐予每一位超找你、敬畏你的百姓。主，阮要感谢你的听，因为你的主爱信息一直隆重伫咧。主，阮所以伫你的面前仰望你，阮特别感谢主你的疼痛伫你的教会，伫你的正义路的身上，因为你的信息甲主爱一直拢伫咧。所以，阮会当经过所有一切艰难困苦，主你存留阮的活命，要继续塑造阮，互阮对着教会会通见证上帝名这项代志，阮搁较是会通伫主你的恩典内面，伫你的智慧甲魔力当中，靠主分别为圣，伫圣灵的引带内面，阮会通赢过四面的受敌，赢过所有的艰难。因为主你应允，甲你的百姓三脚徛起，阮就有10分的平安，互逐项代志拢伫伊应该有的位置顶面。主感谢你，因为你创造万物，照着时阵诚侪美好，你也将着永远的意念放伫阮的内面，对咱我人超找你，并且对着超找你来得到平安，得到力量，得到权柄，得到分别为圣的心思甲意念。伫上帝你的面前，伫世间人的面前，得上帝你的欢喜甲见证。愿一切上赞而乐荣光归乎你。愿你继续赐福引带阮，互阮安静聆听圣灵的声音，并伫主你赐福，互阮伫地面徛起的日子，因为顺服上帝你话语的引带，对安尼，阮会通诚做上帝你设立阮伫地面上。诚做君尊的祭司，属上帝你的百姓，你的儿女。祈祷感谢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下面请保安兄来报告。
平安。兄弟姊妹平安。咱等下起来时阵，徛起来时阵呢，甲边仔来讲，咱伫新的一年爱来做伙来敬拜上帝，好无？咱做伙来徛起来。咱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咱的上帝，献上咱的活祭，将咱家己献上予伊。咱做伙来唱这条诗歌。我在行的路，因为我心有梦你，我要奉献感谢的祭，也要求叫你的名，时常敬心来祈祷，对你表明我心声。我要对你的心所要求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祈祷那有摆在你面前，请做你欢喜的祭。我要奉献感谢的祭，也要求叫你的名，时常敬心来祈祷，对你表明我心声。我要对你的心所要求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祈祷那有摆在你面前，请做你欢喜的祭。我要对你的心所要求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祈祷那有摆在你面前，请做你欢喜的祭。这是咱要做伙来祈祷，用咱的祈祷，诚做迄个活祭，献伫咱的上帝的面前，为着咱这一道来感谢上帝
带领甲稳定，伫咱的活命当中会当来经历伊，咱会当来做伙来祈祷，为着家己来祈祷。是。因为你是那赏赐一切丰盛平安的神，赏赐一切的恩典，各样的恩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是的，主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能够献上，我们能够奉献，乃是出于你的恩典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愿意回应你那牺牲的爱，回应你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带领，对我们的恩，对我们的一个恩典，对我们的恩典。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自己全心全人的摆上在神你的面前，求神你来悦纳我们献上的活祭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突破。让我们真实能够将自己完完全全的摆上，让我们心真实完完全全的献上在神你的面前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要对你的心所要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祈祷那又摆在你面前，这做你欢喜的罪，这做你欢喜的罪。谢谢。我要奉献感谢的罪，也要求求你的名，时常谨慎来祈祷，对你表明我心声。我要对你的心所举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祈祷那又摆在你面前，这做你欢喜的罪。我要对你的心所举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祈祷那又摆在你面前，这做你欢喜的罪，这做你欢喜的罪。谢谢主，感谢主的稳定。不管咱的敬拜的方式是啥物货，只要咱献上的是咱的专心、咱的心识、咱的心灵，上帝就喜悦咱的敬拜。咱就咱的家己献上伫上帝的面前。我相信你的，我最经历那个在的救，为一个城市，我欠你交罪，我主的我命领到这的百姓。我在阿爸天边，我的国高你，我所有的英雄，你归咱的心中。我在阿爸天边，我的国高你，我不忘家遗忘。永远在咱心中。这是咱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咱的城市，咱搁一届伫上帝内底来祈祷，求心性来对咱的心来讲话，对咱的心来讲话。
互阮通知影会当安怎为着咱的教会、甲咱的城市来祈祷。咱只是着开嘴来为着教会、甲城市来祝福、来宣告。会爱我们的城市，是主因着你的恩典、你的爱，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权柄，我们是可主的身份，帮助我们来祝福我们的教会，祝福我们的城市，要成为有一个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教会，在当中的一个城市。主，求神你，真实的对我们来行的说，来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使我们能够走在神你的心意、神你的道路当中。是主，求神你大大的来使用，大大的来动工，圣灵啊，再一次运行在这里，来带领我们。谢谢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更多的依靠你，更多的来经历你。求神你真的是使人赐福，带领我们在这样的当中，带领在我们的当中。谢谢你。这是咱搁一届来祈祷，求上帝的信心，求上帝的听。即摆就伫咱的当中，互咱会当感受，会当领受对上帝来的稳定甲迄个听，互咱会当知影，即个听是牺牲的听，是安尼，是一个足宝贵的即个部分，即个稳定。好无咱搁一届求圣灵，求上帝，搁一届来到咱的当中，咱继续来祈祷。是不是你的听，进到咱的心内底，会当互阮来经历着你，互阮来，互你的安尼的听来引带。主耶稣，互咱这个教会、这个城市，是充满了你的听、你的稳定。上帝啊，互阮会当知影，你的听是白白得来，是安尼，是安尼信起来。互阮知影这个听是无下事的。求你继续引带我，互阮伫你的内底，会当有满足的喜乐。愿主你继续来赐恩赐福。全灵阿爸慈悲，愿你多降临，愿恩甲喜乐，永远填满心中。全灵阿爸慈悲，愿你多降临。愿所有甲英雄离开咱的心中，愿全灵阿爸慈悲，愿你多降临，愿恩甲喜乐，永远填满心中。愿全灵阿爸慈悲。愿你多降临，愿所有甲英雄离开咱的心中。愿全灵阿爸慈悲，愿你多降临，愿恩甲喜乐，永远填满心中。愿恩甲喜乐，永远填满心中。多谢主，你的听永远点伫咱的心中。今晚咱要来回应上帝，你对咱的听，你对咱的呼召。
我会当一心一世来跟对你，来仰望你，来倚靠你。求你教示阮爱行的路，求你赏赐安尼的智慧，互咱会当分辨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唔对的，互咱会当分辨什么是上帝的听。咱用这首诗歌来表明咱对上帝的回应。点我心，让我无毋忘的心，带我行过人生的路。你的听点我心，让我无我靠的心，予我毋忘行落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回应你的呼点甲听从，坚持一生无骗你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听分享出去。咱搁一届为着家己来祈祷，求咱伫即个新的一年会当有新的突破伫咱的活命当中。唔知影大家迄个想要突破的点是啥物？唔知影大家伫生活当中面对着的迄个困境是啥物？咱搁一届求上帝带咱行过即个路，带咱去面对遮的困境。互阮有新的突破的画面伫咱的画面当中，咱一届为着家己来祈祷。全能的神，荣耀的主，你的丰盛，你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面对各样的困境、各样的困难。无论我们现在的脚步是否停滞。真求神你真的是带领我们继续往走前面的生命的道路，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、新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被更新，使我们能够更深的来依靠你，来经历。是主带我们行过这样的一个风和浪，带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困境。人生一个这样的一个困难，使我们能够更深的来依靠你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更多的来跟随你。将我一生献予你，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听分享。我
愿将家己奉献给你。阮的活命本来就是对你所来，愿将家己献给你，也是理所当然。原来这个活命是你要收回去的，也是你有绝对的权利，随时拢会当甲阮收回去的。但是你却是将着这份生命，你的疼痛赏赐予阮，做阮承认阮无真会晓管理家己的生活生命，所以阮将家己的生命来放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圣灵亲自伫阮每一天提醒阮，恳求主继续施恩怜悯，坚固阮的心。圣灵来引带阮，互阮每一日殷勤读你的话语，直到你的话语刻铭伫阮的心，伫阮的灵，互阮的肉身会通因为遵行你的话，因为安尼活着，因为安尼得主的欢喜，因为安尼满有平安甲得胜。感谢上师，互阮过去所有的年日对上帝得到帮助。新的年日也是耶和华以勒的年日，伫上帝的山顶，伫上帝的真理顶面，伫顺探上帝旨意的顶面，阮一定会对着安尼，看见上帝有阮所有备一切的丰盛。阮上赞而乐。阳光拢归于你，你的慈爱疼痛继续束缚伫你家己的百姓，伫你所劝告的城市。愿恳求祈祷感恩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三甲用主教是咱的祈祷，同心来祈祷，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。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，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食今仔日赏赐予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免，请坐。这是咱要来读课英文。我来刻，大家来印，好的部分则大家做伙安尼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会互憨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教识正直，会看活人的心。耶和华的命令清气，会明亮人的目睭。耶和华的道理清洁，存到永远。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拢比金仔通欣赏，而且比搁较侪金金通欣赏。比蜜甘甜，搁比芳芒滴落来的蜜甘甜，并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。守着这个就有大赏赐。谁会当知影家己的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允而未现的过错。求你哪早仆人无犯任意咱三件的罪，无用阮这个罪限制我，我就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伴手，我的救赎主啊！愿我口中的言语、心内的意念，伫你的面前蒙悦纳。阿免。进道咱请牧师。这是咱请三甲做伙献开周报第4面。咱三甲做伙献开马可福音，周报第4面马可福音16章第90甲20节。
马可福音16章第9节到20节，咱同齐做伙来上读请。第7日的第1日清早，耶稣搁活了，就大声向抹达列的玛利亚显现。耶稣对伊的身上捌赶出7个鬼，伊去甲迄个向来跟对耶稣的人，迄时也正伫哀叹哭泪。因听见耶稣搁活了，互玛利亚看到，却是毋信。这个事以后，门徒当中有2个人装脚去，行路的时阵，耶稣变了形象，用因显现，因就去甲村的门徒，村的门徒也是毋信。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阵，耶稣因显现。即比因毋信，心内刚硬，因为因无信耶稣，看见伊的人，伊又搁对因讲：恁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互万民听。信来受洗必然得救，无信的必受定罪。信的人要有信者对着因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讲信方言，手会抓蛇。若啉了什么毒物，也无受害；手患病人，病人就要好了。主耶稣甲因讲煞这个话，后来受接到天顶，坐伫上帝正边。门徒出去四界传福音，主甲因同工，用信者对着证实所传的道。阿门。咱搁再一届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爸上帝，这是你稳定的日子，阮会通伫这个冷冷的天气，但是你赏赐互兄弟姊妹有热烈听你的心，是你的听呼召阮、组织阮，来赐福互阮，伫这个日子分别为圣归着你。你是主，是永远听从的上帝，要继续引带阮，直到阮见你的日子，阮也要伫地面上。受尊老的日子，照主你所吩咐的，愿用敬虔甲感恩的心，敬畏耶和华，甲主你相同行，主你的应允，要成就你所应允一切祝福伫阮的身上。迄个祝福不但是今日阮得到，也是要存到永远的祝福。愿仰望圣灵。伫即时，搁再一届亲自来教导阮，互讲的人受教示，互听的人同齐得到上帝你的欢喜，并伫你的话语当中，阮诚做属上帝荣光的儿女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古早的时阵，我还阁细汉，了有一届，我听牧师讲道。讲到了的时阵，就开始收奉献。了兄弟姊妹，伊伫咧祈祷奉献的时阵，伊就讲：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伫你搁活的日子，阮今仔日将阮家己奉献互你。我就听着奇怪，今仔日就明明毋是过偌济日，啊是安怎伊甲伊讲：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伫你搁活的圣日，啊毋是敢若听着一届呢，听着几落摆，我奇怪，啊是安怎都毋是搁偌济，是安怎定来换伊祈祷的时阵，伊拢讲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伫你搁活的早起时。后来的时阵，渐渐我才了解，原来伫伊的所看，伫伊的所明白，也是马可福音第16章这个所在讲的，第7日的第1日清早，耶稣搁活了，耶稣搁活了。这个代志，伫马可福音。来到这的时阵，马可对着伊开始描写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的日子，了伊所做一切这的代志。有人讲马可福音是四福音内底的第一卷册，这第一卷册内底，其他无论是马太福音，也是路加甲约翰福音，大部分拢是对着马可福音做基础来甲伊描写出来。所以马可福音伊其实是上界底
了上介紧又个上介精准的资料。所以其他的这作者看到伊伫这当中，虽然敢若有几句话的时阵，无定记到，其实伊当中漏掉真侪物件，漏掉真侪日子。就亲像到伫约翰福音的时阵，来到伫约翰伊写约翰福音的时阵，伊讲一句话：耶稣基督佮做了足侪的代志。我就是要甲这个拢总甲伊写出来的时阵，世界的所在原安那藏袂落去。所以马可福音伊伫这个所在来写这个代志的时阵，伊就伫迄个所在咧描写耶稣基督所做这个代志，一点一点伊用真紧的速度甲伊写，了后当代的人会当伫当中明白了解耶稣基督究竟做了什么代志。后壁的马太福音了加路加约翰，则透过马可福音的资料，佮甲伊补一寡佮较详细，还是因咧写因其他福音册的目的，伫迄个所在来甲伊扩大。圣经讲，马可福音安尼来写到一段落的时阵，伊对着第一章开始介绍耶稣基督，了后来到这第16章的时阵，已经要结束啊。所以马可伫这个所在做了一个真简单的结论，但这个结论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。伊对这当中第9节开始第一句话，伊就讲一个事实：耶稣基督嘅话，基督的信仰是建立伫这个基础顶面。如果基督若无个活，安尼咱就免信主耶稣。咱所爱信的，就是咱所爱行行的，就是死亡。因为死亡会变做上介大的溃烂。耶稣基督若无对死个活，死亡就是全世界当中上介大的官兵，将其落尾人拢总会死。死亡若无互杀死，安尼死亡就是上介大的溃烂。但是耶稣基督死啊，了伊对死个活，安尼伊赢过死亡，死亡无按度限制耶稣。耶稣虽然死啊，但伊对死个活，并且活到永永远远哦。是这一点，才是基督信仰上介重要的内涵。全世界所有的宗教的教主，因的历史拢停留伫死亡内底，或者是因讲因真善啊，但是就是无对死过活过。但是耶稣基督对死过活，并且活到永永远远，是伫这款的基础顶面。所以耶稣基督伊不但是教主，上介重要，伊是救主。基督毋捌称家己做教主，基督称伊家己做救主。世界的人甲伊归类做教主，毋茫甲伊对着救主的位分，甲伊游落来，和其他的宗教变做相像，只不过是一个教主。但是基督讲毋是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借着我，就会当到爸上帝遐；若无借着我，就无有人会当到爸上帝遐尼去。所以，这个事实，这个代志，是基督信仰内底上介重要的内涵。耶稣基督是救主，毋是教主。来，甲兄弟姊妹讲这里，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。这样代志内底，咱看了伫其中呢，头先咱看到一个代志，这样代志其实毋是大家人拢总会相信，就是基督过活的时阵，毋是大家人拢总伫迄个所在会相信。圣经伫迄个所在，咱看第9节讲，其中这个玛利亚，就是莫大粒的玛利亚，耶稣要对伊的身上赶出7个鬼，了伊拄着耶稣，伊去甲遐个人一向军队耶稣基督的人，是一直真济了军队因的人，伊讲总是这个人安怎？因这个人敢有伫迄个所在毋望耶稣基督对死过活无？因为因的观念还阁停留伫人死啊，就袂过活。所以伫迄个所在讲一项代志，因这伫哀叹哭泪的时阵，因足艰苦的啦。无猜阮想讲的，这耶稣永远袂死的。
但是耶稣基督若无死，咱的罪就袂得到赦免哦。但是迄个时阵毋知无明白，所以因伫迄个所在真艰苦。因伫迄个时阵毋是咧期待耶稣过啊，因伫迄个时阵是讲耶稣死也无望啊。总是亲爱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所在，莫达的玛利亚，耶稣基督对伊身上捌赶出7个鬼，了后，伊就走去甲遮个人讲。毋过因安怎样啊？因确实毋信。即礼拜我咧备办即个讲章的时阵，我伫咧想是讲是安怎因较毋信的，可能有真侪原因啊。第一，迄个时代内底，耶稣基督的时代哈，妇人人的地位是足低的啊。真少有一寡人吼，的名字会浮起来伫历史内底受纪念。大部分的时阵啊，就亲像古早咱的时候，你若嫁吼生了，你就做了色，对无？哦，生后生蛋的或者单色，哦，了的时阵则或者啥物单色啊、林马，哦安尼。所以伫迄个时代的女人妇女是真无社会地位的。所以呢，伫这当中啊，伊可能所讲的话是无受接纳的。这人一向军队耶稣，请注意，因是一直以来拢军队耶稣。了后第二个原因是啥物货呢？这个莫大列的玛利亚，圣经讲啥？伊捌互7个鬼附着啊！我就想讲哦，我若是文道哦，我可能会想讲哦，这玛利亚可能即马搁咧起笑啊！哦，哪有人会对死搁活咧？因为这是伊第二个原因啊。第三，虽然过去的时阵历史上有人对死搁活，但是呢，伊必须要是遐个人啊对头到落尾，活看到迄个人对死搁活，因才要相信。若无真歹相信，这个代志太困难相信了。所以伫这当中啊，因的毋信有因的原因啊。这是第一个部分，因毋信。第二部分，这个代志了，就是过了这项代志，莫达了玛利亚讲了这个代志以后，因搁伫迄当中啊，到伫圣经内底另外一个所在讲，耶稣基督行到以马忤斯的时阵，含两个门徒同齐做伙伫迄个所在开讲，了后伊就甲伊问讲：恁啥啊遮尔啊艰苦忧伤啊？因就伫迄个所在讲，最近伫耶路撒冷。伫咱台南市发生的大代志，你毋知吗？有一个公义的人，互钉伫十字架顶悬，啊，就伫迄七股遐，你竟然阁毋知？迄个人行偌济新家，做偌济代志，全耶路撒冷、全台南市的人，就是咧望即个耶稣会当救犹太人，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。这样代志，遮尔重大的代志，你毋知影吗？耶稣基督就开始对迄个所在讲啊，圣经旧约内底有应允一个弥赛亚，伊要来要安怎样，要做啥物代志了，对头到尾一直甲伊讲，讲到遐这两个学生愈来心肝愈来愈火热，愈来愈火热。了终究到因兜的时阵，因就讲啊，伫遮已经要到啊，安尼无你即马倒转来甲阮做伙啊，同齐做伙食饭，做伙坐一个啊。耶稣基督嘛答应去呢，因就入去了。犹太人有一个规矩，人客若来咱兜的时阵啊，伊会做谢饭祷告，伊有一个官兵，就是讲你人客来到阮兜的时阵，安尼，阮会请你祈祷，请你感谢上帝，请你谢饭。所以入来的时阵哦，伊就伫个所在啊，安尼耶稣算啊人客嘛，啊这两个学生算因兜的是主人嘛。所以耶稣基督伫个时阵哦，就甲因同齐做伙坐倒，做伙食饭。啊，因食饭的时阵，大部分因迄个时阵食饭吼，无亲像咱即马吼，拢咱遮是食白米饭啊，因大部分是食饼，就亲像北方中国北方的人，大部分是食馒头共款，因为因是麦食的国家，食麦啊会较济。所以耶稣基督伫迄个所在就掰饼的时阵，因就认出来。后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敢有想过这个情形？啊！耶稣基督陪伴因遐尼久吼，一直甲因讲话，一直甲因讲话，讲几条路的呢？了时阵吼，
安那是安怎？这两个学生吼，拢无认出耶稣基督来。有几个可能的原因。第一，迄个时阵吼，天色已经渐渐黄昏暗，所以呢，可能认无出来。第二，可能因伤心过头呀。有时阵吼，咱看新闻人吼，咱嘛袂真认真甲伊看。哦，就是我自信的吼，就干那一个代志尔。我非常自信迄个代志，哦，所以我就是袂伫迄个所在，甲即个代志含迄个代志连做伙。有一天的时阵啊，我伫冰箱找一个物件，了迄个物件吼，我就是感觉吼，伊爱生做安怎啊？所以我对头到落尾吼，就认定吼，迄个物件应该生做安怎？我冰箱吼拍开关起来，拍开关起来，超过3摆以上，但是拢讲找无啦。尾啊，牧师娘讲，就甲冰箱开开讲，暗暝伫遮，啊伊生做的形象吼，甲我看到的形吼无共款。伊生做的吼，袂像一张 A4 的纸呢吼。啊，搭伫冰箱的下骹面啦。啊，我想的吼，是应该伊是规罐的啦。啊，所以我就是干那无看到迄罐，无看到迄罐，但是人伊就倒伫遐哩，伊就咪徛伫遐哩。所以吼，即款无共款，互我会找袂到迄个物件，因为我内面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，认为伊就应该生做迄款。结果伊毋是生做迄款的时候，我说无法度认出来。这学生也认为耶稣应该生做安怎样，但是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一个真重要：耶稣基督已经安怎变了形象？变了形象到底是啥物意思呢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捌看过册啊，一粒册啊，甲伊钉落涂骹，了有一天伊半意起来。若莫甲你讲迄是册啊，咱敢有法度认出来迄是册啊变出来的潮啊？色水也无相像。咱若无即款观念的时阵，伊色水无相像，伊生的形状嘛无相像。册啊是黄金色的啊，潮啊是青色的啊，册啊是一粒啊，潮啊是一丛一枝啊，伊哪会相像？圣经讲耶稣基督变了形象，所以因认袂出来。但是上路买手的时阵，咱敢有想讲，伊到底安怎认出来？圣经讲，当因掰饼的时阵，忽然间因怎认出这就是耶稣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因那迄个时阵认出来？犹太人穿的衫吼，甲咱古早穿的衫吼真相像。这吼，这个所在这是人无亲像咱这哦有溜啊。古早人无啊，所以因若一个物件放伫遮，啊，你甲摕来掰饼的时阵，你一定会看到伊的手。了后，耶稣的手甲咱的手有啥无相像？有钉仔的痕迹伫遐，钉痕的手，所以因认出来，哇！两个空呢？迄钉仔毋是细枝的咱的钉仔呢，迄钉仔是大枝的钉仔呢。所以咱咧吟唱诗歌的时候讲安那，钉痕手令我前行，我只愿为你而活。钉痕的手伫迄个所在，所以因认出来。然后圣经讲，忽然耶稣就无去啊，搁我的活命未受到物质世界的限制，
但伊会当伫物质的世界当中行动，迄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称作各活初熟的果子，伊是第一个。伊活伫物质的世界，但是物质的世界无法度限制伊。伊活伫这个时间空间，但是这个时间空间无法度限制伊。所以各活，对我来讲，我是非常的 exciting， 非常的兴奋。兴奋台语要安怎讲？兴奋哦，应该较毋是安尼讲啊。你就感觉吼，足期待咧等待迄个代志啊。有一天你会变安尼呢？我感觉恁都无啥期待的过我迄个日子呢。你会足期待迄个日子的来临，迄是何等水的代志。总是安怎？因圣经讲啥？因嘛是毋信啦，嘛是毋信。了后来到第3个时阵，后来11个学生坐倒的时阵啊，耶稣基督因显现，就即比因毋相信心来讲的，因为因毋相信遐对各活以后看见伊的人的见证。旧约的圣经内底，犹太人真明白这样代志，袂当因为一个人所做的见证，就断定迄样代志是事实。所以，因玛利亚伫迄个所在讲的时阵因听到无信，确实毋信，这也算正常，因为敢若一个人的见证尔。但是请注意，遮怎2个人挂玛利亚，安尼就几个啊？安尼就3个啊。旧约圣经犹太人的律例典章内底讲到这样代志，就是若是咧做见证的时阵，一个人袂当凭着一个人的口经来认定这样代志，伊是对还是毋对，还是这个代志是事实啊无事实。无论伊是一部分的事实啊，全部的事实。所以呢，袂当干那凭着一个人的口经，但是若是凭着2、3个人的口经的时阵，这样代志就要断定做实，并且迄个做口经的人若是真正，安尼圣经讲就要相信。所以因伫这当中，玛利亚一个伫这当中，各有2个学生，所以因拢共几个啊？已经3个啊。但是伫这当中来到这11个学生坐席的时阵，耶稣基督因显然即比因毋信，是安怎即比因毋信？是因为因当中已经有3个做见证的见证人，所以耶稣基督讲，因无相信遐伫伊各活以后，请咱斟酌注意，伫这当中我家标出来，耶稣基督各活变了形象伊各活，伫这3段圣经内底拢讲到基督各活，并且讲到啥话？显现。显现这个字内底，伊不但是讲到伊伫这个所在出现，甚至伫因在行的时阵，迄个显现讲到另外一个意见是啥物话？我伫行了，毋是耶稣基督对入来尔，伊就雄雄怎啊扑伫你的身边？你捌看过电影安尼做无？耶稣基督迄个时阵无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伊就是忽然会当出现来到。所以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拢讲到一个代志，以色列啊，恁既然知影恁的主安尼，恁就要备办恁的心，因为恁的救主必然忽然临到。忽然临到，毋是指着时间的点的尔，忽然临到是指着伫无可能你认为的时间，也是迄个点，伊竟然出现了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伫这个所在真清楚，甲咱讲已经有2、3个人的见证，已经符合旧约的条例。第2个部分，因伫这当中，基督显现，伊即2、3伫遮显现，但是伫当中，因抑阁有人毋信呢。耶稣基督讲，恁啥事毋信？所以就责备这个字无全然是歹。责备这个字无全然是歹，责备这个字的意思是讲，
你过去的唔对，我甲你讲，啊，互你倒转来。即使今仔日，我伫路林吼拄着工位兄，假设我若拄着工位兄的时阵，我就甲工位兄讲，今仔日有人啊，工位兄就甲我讲，今仔日有做礼拜，我就甲伊讲，新正年头当时咧做礼拜，人教会休困，我就甲伊争，伊就讲。牧师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日就是有做礼拜，你咁紧去讲道，你搁伫这个所在咧游山玩水，这叫做责备。就是因为伊是一个事实，但是我拒绝接受这个事实，总是有人对我提供的时阵，圣经咧讲这个责备是咧讲这个代志，就是伊是一个事实，但我拒绝相信。圣经咧讲的责备是这哦，唔是乌白甲人掠来骂哦。是根据我的错误，指出我的唔知无知，了后要甲我带倒转来，伫伊应该有的位置的顶面。耶稣基督讲，对着这学生讲，了后讲到第4下，伊一定会受定罪。即使这个人伊若无相信，主耶稣基督讲，一个人若无相信这个代志，你啊看到尾啊，当耶稣基督讲。安尼对因讲，无信的会受定罪，是安怎？无信耶稣基督会受定罪。无信的，毋是无信耶稣，毋是无信耶稣，无信啥？无信耶稣对死搁活，无信耶稣基督已经显现出来，无信耶稣基督已经伫众人当中受看见，无相信这个事实。终其落尾，伊会受定罪，毋是耶稣基督甲伊定罪，是这个事实会甲伊定罪。工位兄若是甲我讲，牧师，咱今日正月初一哦，教会有做礼拜哦，你会记得有这讲道。了，我伫迄个所在讲无安那有。了的时阵一直讲一直讲，结果的时阵哦，初一新正年头啊，兄弟姊妹拢总来做礼拜啊。了，我就讲，哈，今日有做礼拜哦，啊，我就安怎见见笑笑。离开迄个所在，这有这定罪，就是讲迄个事实自然伊就会演变甲变安尼。当耶稣，即使耶稣基督若无搁活，安尼受定罪，就是遐做假见证的人。但是耶稣基督今仔日若是有搁活，但是我拒绝承认这个事实，安尼变做我是讲白贼的。变做是我是错误的迄一边，安尼我会错失基督的救恩，我会沉沦伫我家己有限的思考内底。所以，伊受定罪，毋是上帝甲伊定罪，是迄个人家己选择，我就是拒绝相信上帝。圣经讲。咱会当对这个所在做一个统计，这3段经文内底拢讲基督搁活变了形象，基督搁活，搁再来又显现出来，又显现出来，又显现出来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。但是我若无相信这个代志，比如一个话来讲，古早的时阵啊，有一个囡仔，这是事实发生的代志。迄个囡仔哦，因妈妈哦，就甲伊讲，你莫生火。但是迄个囡仔哦，就真意爱生火，所以伊就有一天啊，伫个所在啊，大汉大到有一个程度啊的时阵，伊举迄吼，伊啊贴骹去灶台迄个所在，看因老母吼咧刻迄雅素炉。伊嘛吼真意爱吼，怎甲伊刻落，你知无？啊，伫遐刻足久，刻足久吼，刻袂倒。愈来愈大汉的时阵吼，伊就看迄火吼，安尼足水的啊吼，哦，安尼蓝色的火伫迄个所在的时候，伊就足欢喜的，所以伊就伫遐刻火。有一天的时阵吼，因妈妈吼佫无伫，伊佫走去吼，佫甲举伊啊，佫贴迄火，啊伫遐刻，啊佫伫迄所在吼，搭迄炉啊遐，甲伊看迄火吼是当时会走出来，刻火吼。刻一个火真正倒呢，倒起来的时阵吼，你知影火倒起来的时阵会安怎会喊嘛？所以喊在伊的目眉吼，甲这头前这毛吼，拢烧去，拢扣伊怎撮一个挨一个吼。了的时阵吼，
伊转来，了伊妈妈转来，伊妈妈转来的时阵哦，这个囡仔哦走去房间闭起来，毋敢看因老母啊。因老母讲啊，著好食饭啊，啥啊拢抑个秘伫内底啦。门一个开开的时阵哦，这个囡仔敢爱，这个囡仔敢会当承认讲伊无去耍火？伊无法度承认讲伊无去耍火，是安怎？因为白白的小伊啊，偷门着求伊啊，吓无伊啊。这就是因为伊无听爸母对伊所讲的话，所以即马吼下家属路安怎，拢有迄个安全开关有啊。啊，即马嘛阁有迄个儿少法，哦，囡仔上细汉袂当家己孤一个人囥伫厝内底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迄是一个自然的审判。你活伫即个例，伫即款的定律内底，你自然就会遭受遐个代志。所以，毋是上帝要定你的罪，是人找无到救主，伊自然就会沉沦，伊一定会沉沦的。所以，耶稣基督先人一再讲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无借着我，无人会当到爸遐尼去。耶稣基督个话，这个代志也是咱信仰上界重要的核心。基督若无个话，保罗讲，咱所信的是枉然。做牧师的，就是上界大讲白贼的迄一位。但是基督个话，基督个话安怎样话？初代教会啊，这个教父多马斯亚奎那班来讲，基督个话是毋是会当证明？了，伊家己回答讲：信徒用肉身的目睭看到伊死亡，但却是凭着信心的目睭看到伊，并经历伊的同在。意思是讲，个话的新约，这个事业伫信仰当中，咱是用信心来接受的。除了初代教会因所做这见证，莫达列、玛利亚的见证，以马五斯两个学生的见证，10个门徒因的见证，11个门徒因的见证。报这了后，伫这个人，也阁有其他的人同齐做伙伫橄榄山基督上天迄个所在所做的见证。这个除了这个人有看到耶稣基督，我圣经伫迄个所在真清楚记载讲，因就看见伊受一缕魂甲伊接起，伊就上到天顶去。伊活伫人的面前，可以看到。除了这个人以外，剩的人拢是怎样？用信心的目睭看到并经历个我的主。典型的代表其中的一个，就是扫罗。尾后称作保罗的迄一位，当伊伫大马色当中要去迫害基督徒的时阵，基督用大光照伫伊的身上，伊摔落来，伊跋倒，伊伫迄个所在讲：“先生啊，请问你是谁？”耶稣基督甲伊回答：“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迄一位耶稣基督，就是你所迫害的迄一位耶稣基督。”以后，这人因怎样经历？有的人对病痛当中经历，有的人对着考试当中来经历，有的人对着伊的事业当中来经历，有的人对着伊的婚姻当中来经历。这位信息的上帝，这位对死搁活的耶稣基督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需要安尼的人物。搁活本身超越人的认知甲经验。耶稣基督的国话，无法度用咱有限的人物来证明。颠倒转是亲像门徒，上界重要，甲国话的主三甲相拄着的经验，迄才是咱真正信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会有明白这项代志无？有的时阵，咱想要做歹。但是圣灵对咱提醒，耶稣基督讲，圣经讲，
有主的命令伫咱的心内底，咱就有能力会当拒绝所有的歹。求主继续施恩帮助咱，总是咱伫即个伫咱无共款的过程来认识耶稣，总是咱爱相信，迄个信是怎样？主基督就讲，信甲无信有啥物差别呢？就对因讲，信来受洗一定会得到救，因为你找到倒转去到厝内底，倒转去到天父上帝主爱的道路。人伫病痛当中呼求主的名，伊得到医治，伊认捌这一位救赎对死搁活的主。人伫经济困难的时阵呼求上帝的名，上帝无一定赏赐伊大大的财富，就亲像撒列伊的查某囡仔夏甲。当受撒列甲伊赶出去的时阵，这个查某囡仔夏甲带着伊所生的囝，伊是玛利。伊走到伫旷野的时阵，伊呼求上帝的名。上帝啊，我遮尔啊艰苦，上帝敢有予伊一大笔的钱财，还是对天顶落金仔落来？无，圣经讲一样代志，上帝就予夏甲的目睭金起来，金起来看到啥？看到金仔？毋是。看到银两，毋是；看到骆驼，毋是。敢若看到啥？看到啥？看到一口古井尔。了，夏甲伫迄个时阵发出一个敬拜的信仰宣告：我伫旷野也拄到迄一位看顾世间人的上帝吗？这是夏甲的信仰告白咯。伫旷野。伫无路的所在，干那一口井，干那一喙水，就真侪夏甲信仰的告白。我伫旷野死亡的所在，也拄到迄一位看顾世间人的上帝。无定到你是伫经济的顶面呼求上帝，上帝无一定马上赏赐予你财富。但是上帝会牵着你的手，一步一步经过。无定到咱伫病痛当中，有一个病痛真久拢无得到医治，但是上帝恩典够也咱用。就亲像保罗对上帝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身躯内底有一支刺，求你甲迄个刺刷开。上帝对伊讲：我的恩典够也你用的。保罗到落尾为着这支刺讲一个见证。这个刺是上帝插伫我的身躯，免得我过头骄傲，认为你看我遮尔牛。但是基督的恩典是够也我用的。虽然这支刺插伫我的身躯，总是互我谦卑，互我知影，人拢有软弱，人拢需要倚靠上帝。有的时阵，上帝甲一个物件放伫咱的心上。就是要帮助咱，互咱会当伫迄个代志有所突破。求上帝帮助咱，引带咱。当咱信主，咱就一得到救。第二，遐信的人要有信者对着因，信者对着因。伫广告手会提蛇，无论食着啥物动物嘛无受害，手看着病人，病人就会好了。这信者是基督所应允的。了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第三部分伊会怎样？因就出去传扬。你若看周报的时阵啊，第三点毋是这一点。周报顶悬第三点是写啥物货？周报第三点是写得到主的同工。我这礼拜咧准备这个讲经的时阵啊，我伫第一个所在讲，是因为因是得到甲主同工，所以我甲第三点放伫头前。毋过我看圣经都毋是安尼写，我就沿路伫迄个所在想，上帝啊，是安怎圣经哪会安尼写啦？第三点，理论上应该是上帝你甲即个信者先甲伊用出来，了后阮出去传扬嘛。结果毋是，圣经讲啥？因就出去世界传扬福音嘛。
了后来到第4点的时阵，才是啥？主干3甲做伙同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到伫第4点，因才是得主干同工。我一直到昨暝的时阵哦，我才甲这个顺序搁甲伊调倒转来，照着圣经的顺序甲伊调倒转来，因为上帝甲我讲一句话，来，咱做伙来读一段，预备请，并毋是看到神者才相信主耶稣，乃是相信主耶稣就会经历伊的信息甲同在。所以第3点甲第4点，我就怎啊搁甲伊调倒转来。咱的信仰真容易，我爱大声看到，了后我才要安怎？但是基督的信仰毋是安尼。咱个倒转来看，圣经排列的顺序是啥？主耶稣干讲完这的话，受接上天，坐伫上帝正平，门徒出去世界宣传福音，请注意这的代志，伊安怎？基督已经得到所有的权柄，伊坐伫上帝大屏。伫这个事实内底，门徒伊就出去，杨锡友牧师在教人做幸福小组的时阵，有一句话真重要，伊就讲：毋是你足厉害的啊，你才去做，是你爱大声做，你才会足厉害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咱的信仰，毋是你看到神者，所以你才来信耶稣。那呢，耶稣是你的奴仆哦，一摆两摆会当。但是咱若定定，就是要看到神者，看到耶稣基督，听我的祈祷，照我所讲的话去行去做，安尼我才要相信耶稣基督。安尼你是主，耶稣基督是你的奴仆。如果基督若是主，那呢是啥物人爱听啥物人的话？是倒一位爱听倒一位？是咱听主，还是主听咱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这个顺序一定爱甲伊弄互伊对，毋是因为我看到神者才相信主耶稣，我毋对，有可能第1项、第2项咱是安尼，但是咱爱会记哩。潘拄则一直咧讲这样代志，咱所认捌了解非常的有限，但是上帝基督国我的主，明白所有一切代志，伊咱所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所以咱是大事，咱已经有9页的证据，莫代纳玛利亚的证据，以马忤斯2个门徒的证据。11个使徒、10个使徒的证据，保罗的证据，这么多的证据了后，以后甲初代教会阿坤啊教父伊的意见，无毋对，有一寡人伫肉身目睭内底看到基督受死，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伫这的人因看到基督对死国活的见证，了后咱今仔日采取相信，咱就会经历伊的信息甲伊的同在，咱会当真明白这一点无？真奇妙的一项代志是安尼，圣经讲，上帝互因去行去做，因就伫当中也经历这神者。咱爱大声做，勇敢为人祈祷，勇敢为人祝福，勇敢把福音传出去。遐会堪得到上帝祝福的人，因就会得到这祝福，因就会得到这恩典。遐也未堪得到的人，因暂时也阁需要更较侪的经营。总是圣经到伫落尾，马可福音真有意思。伊讲一句话，讲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句话真有意思啊！其他福音册内底无写，独独就是干那马可福音写一句阿门，意思是上落尾写阿门。阿门毋是一个疑问句哦，毋是谣语哦。即马真侪教会牧师吼，真意爱吼，讲一句话，甚至咱的青年、咱的敬拜的人，有的时阵咧讲的时阵，嘛定安尼讲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阿门吗？
我跟你讲，这句话是不对的。阿门，为什么阿门？弟兄姐妹们，阿门吗？阿门不是一个疑问句。你袂当人问讲阿门，你安尼敢有阿门？唔是，这句话袂当安尼用。阿门的意思是啥货？阿门这句话是强调的肯定。耶稣基督对死过我袂当问讲弟兄姐妹，你们阿门吗？你袂当伫这个所在安尼问，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你们阿门吗？你袂当安尼问，咱敢会当讲阿门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你了解我咧讲啥吗？我咧讲的一项代志是，阿门唔是咧甲人问的。旧约圣经对头到落尾，拢讲一项代志。以色列的百姓爱学了耶和华，因就讲阿门。咱的上帝是永远的上帝。了，我甲你问讲，弟兄姐妹，阿门吗？袂当安尼问。迄个时阵听到的会众就在讲阿门。安尼，你听我啥？伊是一个事实，伊无需要经过你的同意才变做事实，伊本来就是一个事实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有了解这个代志无？所以莫甲阿门摕来黑白用。有个人咧祈祷的时阵，嘛安尼哦，吼，啊，你祈祷足凶啊，足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哦，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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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了啥啦？迄个主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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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咧主啥话？你敢知影？就是唔知要讲啥，啊，就是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啊，都唔知要讲啥，啊，就主啊，主啊，主啊。这款祈祷拢真危险。圣经讲这句话讲到做啥？滥散称呼上帝的名，咱爱真斟酌。国我的主，唔是你同意啊，我同意。国我的主是永远的主上帝，伊是一个肯定的代志。耶稣基督国我，耶稣基督国我，耶稣基督国我。就是爱安尼，我袂当甲你讲，耶稣基督国我弟兄姐妹阿妹吗？啊，差伤济啊啦！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人真清楚明白，伊是信仰的共同体验。当兄弟姊妹做一个见证，我伫病痛当中，上帝虽然无甲这个病痛提走，但是主应允我，亲像伊应允保罗讲，我的恩典是到夜里用的。阿门。讲阿门来讲，我较肯定的，要当阿门，阿门。吼，恁教会牧师是啥物人来？安怎甲恁教呢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伊是一个信仰共同的体验，迄是一个真肯定活我生命的信仰宣告。福音宣传上基本上实际就是把基督在咱身上所做的代志讲出来，把咱对顺服上帝话语的结果讲出来，这就是咱信仰的体验。信仰的见证，传福音上个基本就是这两项：基督为你做什么货？第二，当咱顺服上帝的时阵，咱的人生的结果变做什么货？这是咱信仰的宣传，因为伊是一个事实，伊免经过别人的同意。所以现在真侪时阵传福音传袂行，因为咱咧讲理论，所以人就伫讲你讲安尼，我讲安尼，讲安尼，我讲安尼，随在人讲的啊。但是咱若是真真正正甲基督伫咱身上所做的代志讲出来，真真正正甲咱顺服上帝话语的结果讲出来，我顺叹上帝。行1/10的奉献，我怎样伫上帝因带照伊所讲的话语内底，我伫经济上有突破。我怎样伫透早起来的时阵，大声读上帝的话语，了我才去读册。我伫成绩上有突破。我怎样伫病痛内底，甲上帝三甲同行？虽然病痛还搁伫我的身上，但是主的恩典够也，我用，我有突破。我的信心有突破，亲爱兄弟姊妹，
安尼每一个人拢会当伫生活当中见证这位国活的基督。福音会宣扬透过经历上帝伫咱心中的作为，并且练习表达咱对上帝救恩的感谢。安尼人人拢会当诚做基督国活救恩的见证人。顶礼拜拢咱讲到上界大的诫命，这礼拜咱三甲做分享大使命。基督徒活的就是这两下大诫命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咱的上帝，也着爱听厝边亲像咱家己。第二个大使命是人人传福音，人人见证国活的主，人人对主得到救恩加称赞。三甲仔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帮助阮，阮要感谢你，一直到如今陪伴阮，扶持阮，坚固阮的心，坚固阮的心。主耶稣，感谢你对死国活，因为你对死国活，阮的人生才有盼望，阮的罪过得到除掉清气。主，阮所以将家己奉献予你。愿阮一生的年日，就是你存留阮伫地面上架脚的日子，互阮伫其中经历上帝你伫阮心中所做的每一项代志，并且也互阮伫其中经历阮顺探你的话语，了阮得到什么款结果？从着这两项代志，放伫阮生活当中，真最重要的思考。安尼，当人问阮你是安怎要信主，是安怎要信上帝的时阵，阮会当伫迄个所在有实实在在的证据、实实在在的经验，就是阮甲天父、甲基督、甲圣灵三相互的经验。我会当伫迄个所在实实在在甲伊讲出来，人也要对阮的身上看到你家己，人也要伫阮甲因分享的信仰过程，因要伫迄个所在同齐讲阿门。愿荣光归予你，愿你的救恩继续借着阮，互阮勇敢，互阮开喙，互阮分享。甲基督伫阮心中所做的见证伫人的面前，甲人带到基督你的救恩内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个时阵，咱有亲来介绍咱亲来新来兄弟姊妹吼，近期遐有带咱的朋友或者首先来介绍萧道元姐妹吼，来。道元姐，欢迎你，感谢主，谢谢。好，请坐吼，还有其他的来这是爸爸萧金英兄弟来感谢主，欢迎谢谢。好，咱感谢上帝听堂伫个祝福内面，咱希望也当继续同齐更较侪彼此的熟悉，就亲像咱咧熟悉耶稣基督共款。所以咱散会了，会当含小兄弟甲小姊妹，因爸仔囝三甲做有一寡分享，愿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人。有其他新来兄弟姊妹无？是无？咱同齐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。基督既然用伊的生命甲咱分享，咱也着将着咱对上帝所领受的财物，分享伫教会事工，分享伫帮助需要帮助人的身上，这是奉献的意义。将面尊行主所吩咐咱的大诫命，彼此相听，互相扶持，尊迎上帝。将面也遵守主的诫命，透过咱的金钱馈力，伫福音的宣传上，三甲做伙用心见证主的救恩。咱三甲起立，同齐来吟唱诗歌。用这首诗歌，成做咱的祈祷，成做咱的奉献。
块土地，我诚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若更传递遍照，为一个城市，我谦卑憔悴。愿主的活命临到这的百姓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恩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。为一块土地，我诚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若更传递遍照，为一个城市，我谦卑憔悴。愿主的活命临到这的百姓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恩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。愿各我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是迄一位对死各我坐伫爸上帝正边的基督，并亲爱天父上帝，因为圣灵的感动甲引带，互你的内心充满各我的能力、望甲权柄，叫你一生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，照主的旨意来行，通通过伊的话语实行落实伫你的身上，互你看见伊的祝福、伊的应允、伊的荣耀。就愿你一生一世得耶和华上帝引带，伫新的一年内底，互你的路得到稳定的自由，叫你伫今年内底更较侪经历伊的慈爱、伊的信息、伊公义的判断甲引带，互你的年日诚侪耶和华上帝欢喜，诚侪正人的祝福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咱今日第一堂做的就到这，愿上帝祝大家平安。真硬。